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7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7篇，创世纪22章15节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9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心爱主。昨天主日信息，我们谈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我们谈到了信仰的诚心实意。因为100岁才得子的亚伯拉罕，按照人性来看，理应看儿子为宝贝。可是上帝竟然命令亚伯拉罕要将他心中的宝贝来放弃，将唯一的儿子来奉献给上帝。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好像是当时候约伯他所面对撒旦的试探一样，因为这样子，撒旦才会告诉上帝说，如果那个人失去了一切心中最宝贵的东西，还会如此的真心爱你吗？还是会是一个义人吗？在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14节的经文记载，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奉献以撒给上帝。亚伯拉罕并没有讨价还价，就开始积极的准备要去执行奉献命令。甚至他的儿子以撒问他，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却回答他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今天的经文15节到第18节的记载，上帝对他所做的事情的回应，这样说道，上主的天使第2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上主说，你既然做这件事，没有把你的独子留下来不给我，所以我指着我自己的名发誓，我要赐福给你，要给你许许多多的子孙，像是天空的星星，海滩上的沙粒那么的多。你的后代将征服敌人，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代蒙福，因为你遵从我的命令。上帝看见了亚伯拉罕的心意，就真的预备了一只羊羔，让亚伯拉罕来献祭。或者是说，事实上上帝早就预备了一只羊，对亚伯拉罕的命令只是一个试验而已。事实上，这一只耶和华以勒的羊是救恩的代罪羔羊，是预表了上帝所预备的耶稣基督为了世人而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代罪羔羊。无论人们是否如同亚伯拉罕一样的诚心爱主，其实上帝的救恩早就预备在那里了。只要是真心诚意的爱主的人，就必定能够领受上帝救恩与恩典。诚心实意的爱上帝是如何被看出来的？其实这个就是生命的实践。
如同亚伯拉罕真的付出了行动，表达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爱。新的诫命，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首要的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相反，是爱人如己。换言之，爱表达对上帝的爱，就是要在爱人的事情上面来不遗余力的去执行。因为这样的信仰生命的实践，那么就可以来表现出我们真正属于基督的门徒，而不是一般人只看重利益，只看重自己，或是只愿意紧紧地握住自己手中的宝贝，却不愿意真心的彼此相爱。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保罗说，关于彼此相爱的事，我用不着写信跟你们讨论。上帝已经教导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而你们也照着这教导对待全马其顿所有的信徒。但弟兄姐妹们，我仍然劝你们要更加努力，立志安分守己，亲手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正像我们从前劝导你们的，好使你们得到非信徒的尊敬，也用不着依赖别人的供给。这一段的经文，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说，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要有那种没有差别的爱，因为他特别强调了马其顿所有的信徒，他又说，好使你们得到非信徒的尊敬，爱无差别，爱彼此要真心，爱的实践是信仰的美好的见证。就如同使徒行传第2章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这样记载初代教会的情况，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聚会，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的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诗篇47篇，万民要鼓掌欢呼，要高声歌唱，颂赞上帝，要敬畏至高的上主，他是大君王，统治全世界。他使我们征服万民，他使我们统治万国。他为我们选定了居住的土地，作为他所爱子民可夸耀的产业。上帝在欢呼声中登上宝座，上主的号角其民中升上王位。来吧，我们来歌颂上帝，来吧，来歌颂我们的君王。上帝是全地的王，我们要用诗歌颂赞他。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他做王，统治万国。列国的领袖集合，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在一处。
所有的战士的盾牌都属上帝，唯有他在万有之上。求主帮助我们真心的彼此相爱，来表达我们爱主的心意，也学习亚伯拉罕奉献的心志，学习彼此相爱的真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